切斯特控制麵包藝術大賽中奪金獎。佢回港不久，已經接手副業，一度居於深井廠房天台。張尚宇至少喺廠房幫手，老員工都話50、60年代趕貨嗰陣，兩父子經常一同落手落腳做餅乾麵包，感情要好。踏入60年代，嘉頓不斷推出新產品，並於深井購入13000幾平方米土地，興建餅乾及糖果廠。當時員工增至500人，而港人最熟悉嘅生命麵包，亦喺呢個時候誕生。生命麵包原來係由張尚宇從日本引入，當年佢創先河喺麵包加入維他命及礦物質，並用藍白色蠟紙包裝，帶鋼透氣度，令到麵包維持鬆軟口感。